從何時講起，那個偏執的我那樣傻，能憑愛護我，也開解不了似潛艇的我。常言 rumination 要不得，要看開的我，很怪，狂野點火姿態自我折墮。何時哭鬼咗，靠高歌尖叫吸逗我，從無冷靜過，靠揮金捐錢有冇幫助？曾憤怒放任痛楚，依然覺得很錯。So I paid the therapist 陪我疏解情緒很多課。小姐一生幾多風波，幾多荊棘，幾多險阻，風雨裏勇敢嘅真理有提醒咗，真未醒了嗎？抱宇宙是